我是山头界，山头大口界。主要啊就是往甲我拍一个招呼吧，饮一个盅。万一咱成为朋友，我请你食山头的波刀米粉，看到吧？头换是呢。到山头，你想要去帮其友，你来金平区宁海路找我，就名走网路。我组织一项10万里找我就即时工程，好落水，名去口，后起名伊来任何产品。我是山头大汉人，实在人做实在事，你是伫国外老乡出来拍一个招呼吧。大家一家就小心，一家就视频吼，抖音啊连好大伊名都人严记个，伊是着金风单指南里，伊是个骗子，视频一个切当期就交老，遐是免去法，其实遐就是激光。烟火出入的时候，无录记录太如意。出过后，你面机温水一个切，看起来一瞬间白白，过2-3秒就红正。会夹起来，也甲会流白吧，会流食。大家菜网无去人骗去哈，遐毋是算噶，毋比咱买衫裤啊，咱无钱花穿，咱就买穿。你甲面上、身上是说污点嘛，去人抹去啊，遐就无后悔又好食个。